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纪录片《无美乐》的主角昆宾伯啊，嘛是总统府的国策顾问黄坤斌，昨下晡3点外，伫咧故乡台南后壁过身，享其寿92岁。台南后壁乡的昆宾伯啊，是纪录片《无美乐》的主角之一。这位台湾上著名的钓龙，种钓啊超过50吨。捌摕过全国钓美竞赛冠军，伊一蕊目睭看无，一蕊白来种。也毋过一直到90岁进前，也是逐工骑4轮的老摆落去田里做事，做田做超过半世纪，收入少阁辛苦。伊讲伊也不后悔做这道。艰苦啦，会后悔是好，遮艰苦。我去食头凉凉啊，哦，嘛是咧过3日，过3顿。啊，这是啊，反正风采来，30-40顿前。面当可以遮高。昆宾伯也讲，伊还阁努力顶贴，家家的日子还阁会当过。感谢天公伯啊，互伊有饭通食，伊真满足。出世是台湾人，爱保守自己台湾。唔通后边讲土地起价，要后边起厝，哦，迄是对咱的祖先歹交代。2016年，昆宾伯啊做车祸，脚骨断去。前年年底，也因为有血啊，弄到伫咧面床，身体机能退化。总统蔡英文办2遍去大个所在甲伊看，20下到3点外，昆宾伯啊伫咧厝内过身。总统蔡英文伫 FB 发文哀悼，讲心内真悲伤真毋甘。昆宾伯啊，毋但是伊敬重的长者，也是农业政策的重要顾问。伊会继续甲工作做好，就敢若昆宾伯啊，一世人只敢若做一件代志，就是甲稻啊种了上好。副总统赖清德也发文哀悼，伊讲昆宾伯啊，一世人爱乡爱土的心血，甲朴实拍拼的精神会永远流传。农委会讲昆宾伯啊，一世人致力伫咧推广台湾的农村文化，是相关农业人员的典范。8日会向总统府申请昆宾伯啊总统保养令。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嘛，国外落大雪，造成真济灾害。美国总统拜登发声明，表示德州进入重大的灾难状态，联邦资金会当用伫德州救灾。因为当地温度是破纪录的低，所以讲结冰憋气无清气的水通好食。附近的田纳西州曼菲斯国际机场嘛，因为水害问题取消20所有的航班。美国德州这几天落大雪，天气真冷，有几落百万人阁无水无电通行。美国总统拜登20正式批准德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It's a different declaration, a major disaster declaration, so that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that we need, that's possible to get done with federal government help. FEMA is already there and providing support, generators, diesel fuel, water, blankets, and other supplies. 拜登讲，伊会兑现竞选时阵的承诺，袂去分红州甲蓝州，为了要避免造成当地负担，伊后礼拜才会去德州视察灾情。I had planned on being in Texas the middle of next week, but what I don't want to be is a burden. When the president lands in any city in America, it creates it has a long tail. 德州是排伫咧加州后壁，全美国人口第2最州。有真侪人开车要来领啉的水，因为鸡鸭造成细菌走入去广线，有1/4，差不多700万人口被要求自来水就来煮过才会当啉。极端低温国家无水无电，小水段就人秘伫咧车内吹烧气。By the grace of God, I did have enough gas in my car to get it warm enough for us to sit in the car till we could find some gas. I think it was about 4 or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got on the phone and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同款伫咧南方的田纳西州曼菲斯国际机场受水下问题影响，20所有航班拢取消。前所未见的低温，和真侪海龟集体冷休克。德州一寡志工已经救超过4700只的海龟，甲因先安置伫咧一座由会议中心改建而成的临时收容点。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来关心天气，今日透早因为冷气团也未完全离开，温度也是真低，上低温是伫咧新竹，敢若7度5。来看温度。今仔是各地早暗凉冷，温度嘛差真济。气象局针对全台湾13个县市继续发低温特报。今仔早起的上低温是伫咧新竹，敢若7度5。只是各地温度回升，西半部上悬会当到25度，甲早暗的落差是要到15度。
明仔载拜一，全台湾拢会真烧热，大部分是夕云到好天。拜二开始，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略略转凉，但是也是有23度左右。昨的空气品质又阁无好，西半部未少所在拢得红灯的警告，而且昨拄好是初九天公生，侪人是走去拜拜。地方政府得呼吁民众较莫烧紧，减少空气污染。环保署表示，这波空气品质无好，是因为环境风场是偏东风。台湾西半部地区位伫个较未吹着风的这面，风速偏弱，扩散条件较歹，而且这摆是受到境内污染源的影响，这款的空气品质也持续几天的时间。主要也是因为整体大气比较稳定，显示的都是无风或者是微风的这种状态，所以不管是水平的扩散还是垂直方向的扩散。在大气里面都扩散都不佳。因为云林、嘉义、台南空气品质这地区已经有1/3的测站达到5级1级以上，环保署也通报经济部甲台电启动减排降载机制。2022开学日子也在空气品质不良的期间，各县市政府除了要求爱挂吹暗以外，必要时阵嘛爱减少去户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澎哥日报》。缅甸的第2大城曼德勒，军警昨开枪驱离示威者，上少2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死者当中，阁包括一个头壳着青的查甫囡仔。所落来是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告帮屋税条例做徛客的厝，现达无够10万块的，免税条件是缩限，增加自然人敢若3户以下会通免税。这个措施对家厝嫁予细经税人的厝头家影响上大。上尾是联合报，网络名人吕建新进前分享一张相片，不过场景是代替东南州高架路段正线的铁道，往被撞入去铁道，代替已经报警，相当会当罚5万，代替目前开4亿等在总位查。关心新冠有风车来台湾上新的进度，指挥中心宣布讲 ，AZ 疫苗德国、韩国甲意大利这3间工厂的紧急使用授权已经通过啊。未来对这3间工厂内疫苗，只要有检验报告，就会当直接做文件审查，上紧7天内就会当做。报上班的日子相关爱防疫，指挥官陈时中公布疫苗来台湾上新的进度。7月20已经完成韩国厂、德国厂甲意大利厂 AZ 疫苗紧急使用的授权。未来这3个厂有任何一个疫苗运到台湾之后，那如果它的有随附这个所谓的检验的报告的话，目前食药署是应该会在7天之内就会审查完毕。但市长表示，未来3厂任何一批疫苗运来台湾，这边随附检验的报告就使直接进行书面的审查。疫苗来到台湾，上紧7天内就能注射。不过，若是资料无完备，就必须进行全套封检检验的程序，就至少要40天的时间。而上紧什么时阵会用注射疫苗？但市长强调，也是爱看疫苗交货时间。我们希望大概现在联络，就想把相关的书面的资料要准备完全，这样才会快。要3月出货什么时候？那要看到。就是这些相关疫苗到货的一个时间。不过 ，AZ 疫苗传出法国甲瑞典的医护人员注射了后出现副作用，有时暂时无事。但市长也真重视，表示继续来观察。不过暂时未影响咱的政策。英国本身比较打的量比较多，那并没有这些异常的情况。目前我们的政策上仍然依循着 WHO 在2月10号所公布的18岁以上，还有南非变种病毒皆可适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外界有估上今年到台湾的疫苗是 COVAX 平台提供的 AZ 疫苗，但市长强调疫苗配送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强调尽可能争取各行来运送。指挥中心20日公布新增加1名境外移入的病例，就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案例943，入境了后伫防疫旅馆检疫并无症状，检疫期满了后自费采检来确诊，总共接触26个人，其中15名接触者伫厝隔离，11个人是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在增加，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1千万，死亡人数246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是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942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日本超过42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800万例，印度甲巴西嘛超过1000万例。也若是伫欧洲迄边，英国是超过411万例，法国超过359万例。
慕尼黑安全会议头一遍用网络镜头来连续召开，参加国家达成共识，支持日本照时间举办东京奥运，而且各国爱把新冠疫苗分享给较弱势国家。The rise of China is a defining issue for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with potential consequences for our security, our prosperity, and our way of life. 过去因为地缘的关系，坚决对抗前苏联甲俄罗斯对中国威胁论，无啥伫讨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近开始关心注意中国在东海甲南海军事扩张，对着包含欧洲在内全球各国的冲击。而在美国白宫主人换人了后，对拜登连日来有关中国问题的讲话，就看出来美国新政府一个重回自新级时代的外交想法，也就是避免甲中国来对抗，用以对付俄罗斯。Putin seeks to weaken the European project and our NATO alliance. He wants to undermine the transatlantic unity. That's why standing up for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remains a vital concern for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llenges with Russia may be different than the ones with China. We want a future where all nations are able to freely determine their own path without a threat of violence or coercion. 而甲拜登同款，头一摆甲国际领袖以实行面对面的日本首相菅义伟，除了表明日本对中国军事扩张的关心，也呼吁各国支持即要登场的东京奥运。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日方在奥运方面的诉求也得到各国正面的回应。另外，各主要国家形成共识的另外一个议题是，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各国会在疫苗的分配来加强合作，经由 COVAX 机制，加计算疫苗优先分享给相对较善切的开发中国家。而美国也答应增加援助40亿美金给 COVAX。不过，这支票最后有偌济应兑现，也有待时间的考验。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居家检疫期间袂当拍拍走，不过也是有人讲袂听。台南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连续走出门2天。这个查甫人表示，伊出门是为着要借钱，不过警察去查访的时阵，伊佫主动交出一包毒品，所以警方就怀疑讲，这个查甫人是因为厌食毒才走出门，目前正咧调查。警方甲卫生局人员就伫咧大楼的电梯口问这个心情乌衫4等的查甫人，伫厝检疫也未期满，为安怎要逃走出来？第5天呀，你14天呢？无想到4等的查甫人提出证件，互警方查验了后，主动阁提出一包安非他命的毒品。虽然伊讲出去是甲朋友借钱，警方怀疑是伫厝检疫期间开始验毒了。针对他说他是去向有人借钱，但是跟我们调查的方向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就锁定目标，要向上溯源。随后，警方穿着全套防护衫，甲伊介送到临时的金门站，接受检察官细心方式来询问。根据调查，4等的查甫人这个月11对中东返来台湾，申报12到26伫台南某一间大楼的套房伫厝检疫。也毋过27下晡1点外，家己走出来，手机的监控有时发出信息，警方也来查问。伫前一天16半暝也逃走出来，连续2天拢互查到。卫生局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该裁罚30万块。16日深夜外出购买饮料，17日外出，都被警方临检查获。那小于2小时呢，裁罚10万块；2到6小时裁罚20万元。所以总共本局依法裁罚30万元。检方侦问了后，以违反毒品防治条例函上侦办4等的查甫人，并且由警方来介护送往集中检疫处完成村内9天的检疫。记者综合报道。阳明山去年有真侪水牛死亡，有2只龟母虽然活落来，不过安置的事项煞安排无好势，一直互人送过来送过去。动保团体就认为讲，规个过程拢无考虑到动物的福利。阿毛头细细为着，这对牛母看起来3比8，也毋过现场有水有草，因继续咧翻草中。这个地点是宜兰动植物防疫所临时找到的。这个委托其实蛮临时的啊，这个点可以遮风避雨，不会太多的人为干扰。2只牛本地生活伫经天宫牛棚，也毋过营养不良，阳关处互爱牛情绪批评苦毒牛只伫1月26日加条将因刷到环境较好的金山，也毋过因为无通报新北市动保处，引起无检疫证据，就算是安尼，市长侯友宜依然表态欢迎。任何的动物移至我们的金山，我会非常欢迎。
新北市大家长拢已经讲欢迎啊，牛只却无伫新北市停偌久，到年了后，真紧三公宜兰，用管处强调，绝对毋是外界猜测的政治因素，单纯只是重新找到适合地点，将检验做好。之前没有办过检疫嘛，就是我们要经过检疫的工作啊，都是依照动物福祉的考量啦。不过，动物团体认为，若是优先考虑动物的福利，未卡袂到稻山顶动，搬运体力的牛只，增加因的紧迫甲压力。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完全不是从动物的角度出发，完全就是从人有争议，我赶快不要让民众看到，我赶快把它移走。我完全不是真的去考虑到说什么才是对这群牛最好的安排方式。我们觉得很遗憾。还未完全行出运送人啊，到着急要食草的牛，是10天前一只为由眉山再往花莲整拓场的野化水牛。比较之下，也伫宜兰的2只牛母前往同款的所在，路途更加歹行。动物团体认为，这是用管处无适当的处置，才互因无法度坐动物福利的直达车。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大溪国小伫咧休寒时阵举办无人机的营队，囡仔会当亲身操作这款长时间的无人机，希望互因自细汉就认捌新科技的机会。囡仔人头一回操作无人机是真欢喜，算甲嘴也开开，规个眼神是看甲唔甘面。大溪国小趁休寒，甲嘉禾华林教育协会合作举办无人机营队，互囡仔认捌上新科技。无人机它是用手操控的，然后一般的飞机它是要用手直接飞出去，就是知道飞机上升的原理。我刚刚操作无人机，有新奇的感觉。营队老师带囡仔人操作，搁到运动场试飞各种飞行机，有一般手体，也有真零直升机，透过实际应用，互囡仔人了解高深的飞行原理。之所以用无人机的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无人机它会飞会动，更能够引起小朋友的兴趣。利用这些比较简单的飞机去跟小朋友讲，类似像转动惯量守恒、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然后还有白努力定理跟一些相关的原理。囡仔人对休寒参加营队，接触新奇事物，吸收新型知识，培养科技素养，也期望启发对科学的兴趣。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癌症医学中心所属的辐射科学技术治疗中心，将举办设备的装调典礼，预定今年底就会当完工，对明年开始治疗癌症患者。癌症是咱国民众死亡关键之首，达数十年。台大癌医中心经过几年的打拼，20院区内吊装当70栋的一组治疗设备的主要零件，回旋加速器代表癌医中心上重大的目标，迈向新阶段，未来将为癌症病人提供精准的放射治疗。它完成了我们3大癌症治疗，一个是手术，一个是放射线治疗，一个是药物治疗，3个都会有很精准的治疗。它这个是达到了所谓的这个辐射治疗最精准的一个目标。伫永联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的赞助，中心选用台湾头一组的破病系统的一组治疗设备，造价超过20亿，唔但会当精准消灭癌化组织降低对正常细胞的伤害，也会当提悬肿瘤控制率加减少副作用。我希望未来的癌医秉持开放的态度，积极致力研发，并且能够导入最新的癌症医疗技术，成为台湾甚至全世界华人治疗的首选。因为这套设备配有3间治疗室，工程真大，年底才会当完工。院方预计为2022年开始治疗肿瘤患者，为癌症病人提供品质更加好的放射医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1984年，华裔出身美国籍的作家刘义良，去互台湾情报局所请的乌道分子陈启礼暗杀。即马国书局发表新册，伫这本册当中详细记载这件江南案的资料，而且国书馆阁头一遍公开陈启礼为了保全家己的性命所录的录音带。第一届
摆公开的录音档案，内底是恶道人士，但客里为着保性命，家己录的声，讲着家己替台湾的情报单位出手，伫美国暗杀出版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国史馆即摆发表新册，其中一本江南案的史料，特别公布前总统蒋经国执政时，情报局参恶道交陪的资料。这个恶道的伊现在需要有保命录音带，虽然讲伊是为着伊的爱国的理念，伊要去诛杀叛逆，啊，毋过参这个情报单位想要有这种的矛盾性，安尼吼，你看得出来这个威权统治一寡面向。这本册嘛讲到早前军政局长王希龄去封关押，国民党政府本地要用特权特赦，说好美国动起来内幕。迄个时阵呢，李焕行政院长啊，甲郝柏村参谋总长嘛，吼，因签的意见竟然呢，将这个陈其礼、王希龄吼，因三位的这种杀人犯。杀人犯竟然嘛要放入去特赦的范围，因为美国反对主谋无摆入特赦，除了针对江南案史料，嘛有228事件档案，甲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宽如的访谈。国史馆伫228进前发表3本册，甲国家机器安怎介入百姓生活也出来。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新冠疫情伫咧全世界滚价，人甲人之间的互动拢受到影响，而且毋但人类感觉孤单，动物嘛真寂寞。亲像孟加拉的动物园，因为动物无法度进口，母的狮牛甲狮仔拢无伴。澳洲去年就闭馆的海参馆，徛鹅甲海底嘛拢无法度甲人类互动。一大群徛鹅伫海参馆踅来踅去，佮行去工作人员的身躯边排队领食物。这阵徛鹅用过过一层玻璃和游客互动，不过因为疫情，意大利的热那亚海参馆暂时关起来。徛鹅也继续感受到世界变革严重。伫水箱的另外一边，不过出现红男绿女来参观。Soprattutto abbiamo notato i pulcini, i piccoli giovani che normalmente interagiscono con il pubblico perché sono ovviamente molto più curiosi. E quindi allora è mancato questo stimolo. Cerchiamo noi di sopperire a questa mancanza, ovviamente interagendo anche con loro davanti all'acrilico. 澳洲第2大的海参馆，去年11月份关起来，目前唔知影当时才会开放。为着减少疫情对海参馆动物的冲击，工作人员加强防疫，分做2组，分流上班。Ovviamente la sfida è quella che nessuno di noi risulti positivo, proprio per garantire agli animali con cui lavoriamo una continuità e una presenza quotidiana perché loro dipendono da noi in tutto e per tutto. 疫情致使海参馆损失3300万欧元，旅客减50万人。不过，海参馆的内部也是咧运作，也趁时机修理馆内的设施。长水湾和海牛包围，甲石头顶面的海草抠掉，无游客了后，工作人员甲水缸内底的水母刷去后台，安尼伊也较方便照顾。另外，伫孟加拉动物园，着动物因为疫情感觉非常的寂寞。12岁的犀牛真孤单，伫园区内底哭洗。几年前，伊的前伴过身了后，伊着孤一个生活。原地动物园搁要找一只和伊做伴，煞因为疫情阻碍进口犀牛的停驶。এটার মনটা ভালো লাগে না, মাঝে মাঝে ভালো মাঝে মাঝে খারাপ। আমি নিজেও মাঝে মাঝে যখন এটা সঙ্গী হইয়া একটু আদর মাদর করি তখন এটা একটু আরামই লাগে, আর একা একা থাকতে পুরো ভালো লাগে না।园区的狮仔母也因为疫情无伴伫身躯边，因安尼拍症的期间个性变样，充满攻击性。总讲一句，武汉肺炎毋但影响人类，世间的生物无大话就是和积木撒斗阵。公司新闻王碧云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日时的温度回升，西半部上悬会降到25度。明仔载拜一全台湾拢真烧热，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12度到24度，中部地区12度到25度。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13度到23度，
华岛地区11度到2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